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公众强调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加拿大总理领导的自由党取得胜利；驻北美代表欧洲次人在纽约出席2021年 C3 峰会；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就西藏人权状况坐镇瑞士议会；欧洲议会关切中国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政策；印藏协调办公室和远藏团体的代表拜会阿鲁纳尔恰邦首席部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美国新泽西州的蒙莫斯大学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9月22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网络视讯向该校师生给予“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未来”为主题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演讲中，在谈到保持心态平和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时，向公众保证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尊者表示 ：“Just this morning, I checked by Tibetan doctor as well as modern doctor. They find my physical condition very good. So I believe not only just medicine, but my way of thinking, always peace. And on the basis, we all bigger level, entire sentient being. And smaller level, we on this planet, we all same. So peace of mind really immense help to create healthy body.” 此外，在加拿大总理加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于本周一9月20号举行的第44届联邦大选中获胜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总理特鲁多，祝贺他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我赞赏您在面对诸如影响全球各国的新冠疫情等的挑战时所表现出的领导力。我长期以来钦佩加拿大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采取富有同情心的行动和政策，以及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动乱地区的弱势人群。作为加拿大的荣誉公民，我为这种慷慨的人道主义态度感到自豪。”尊者在贺函中还进一步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居住在该国的西藏难民给予的款待和支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因总部位于美国的艺术促进和平组织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穆尼夫人的邀请，于9月20号出席了在纽约联合联盟俱乐部举行的2021年 C3 峰会。据了解，在当天的峰会上，代表欧洲次人会见了与会的各国外交官和全球医疗保健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联合国特使格洛利亚·金斯等国际政要、全球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医疗保健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商业领袖出席了本届峰会。此外，驻北美办事处秘书长扎西顿珠也于上周六9月18号应邀参加了首次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的金刚城大法会。据悉，此次金刚城大法会由马里兰州职工藏传佛教禅修中心和美国国际佛教协会首次联合在美国举行，包括藏传佛教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和格卢派等4个大乘佛教以及小乘佛教的代表出席了法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官员和瑞藏友好协会主席于本周一9月20号在瑞士议会秋季会议期间举行的听证会上，就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作证。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联络官甘丹措木女士在会议上作证时，强调了自1959年中共占领西藏以来，5代中共领导人系统性的侵犯藏人的基本权利。
中共对藏传佛教和宗教活动的控制和企图消灭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政策，以及对西藏维权人士的镇压等问题。与此同时，甘丹措木女士于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呼吁联合国评估中国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及其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甘丹措木女士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当局以扶贫和发展为幌子，系统性地侵犯藏人的基本权利等问题，并提出了西藏环保人士噶玛桑珠和西藏维权人士阿仰桑扎遭中共非法拘捕及判刑的案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淡化人权的普遍做法，并以发展的名义进行国家主导的破坏活动，甘丹措木女士敦促联合国发展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理事会评估中国在西藏的发展和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据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会议于9月1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此外，正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于上周四9月16号对有关中国正在西藏实施的强迫劳动政策表达了严重关切，并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各国外交官和记者自由进入西藏。报告还呼吁欧盟委员会关切中国的第15号令《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并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前，拒绝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邀请。欧洲议会议员希尔德沃特曼斯强烈谴责了欧洲各国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国建立联系，以及对中国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和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视而不见的行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总部位于德里的印藏协调办公室和印度支持西藏团体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一9月20号在达旺拜访了阿鲁纳恰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先生。代表团团长吉梅次仁先生在会晤期间向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介绍了司政边巴次仁即将对包括阿鲁纳恰邦在内的印度东北地区进行访问的行程。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则保证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促进司政的访问圆满展开。据了解，此次的拜访活动是2021年7月30号在阿萨姆邦古瓦哈提举行的印度支持西藏团体预备会议上决定的议程之一。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